1999您好，毕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好。1999很好，我想用，真欢喜甲很服务。1999很好，我想用，真欢喜甲很服务。杨小姐你好，请教你，在我们这里，杨小姐很好，真高兴带人聊。杨小姐很好，真高兴带人聊。如果是我的父母照顾小孩，他属是我的家务照顾小组，他属是我的家务照顾小组，是否可以请领补助款呢？敢不用请领补助款，敢不用请领补助款。恭喜您，父母帮忙带孩子最好。恭喜很，家务都替小组挑好。恭喜很，家务都替小组挑好。俗话说，白天婴儿有人带，回家又是3餐热。人讲你是挑阿妹就人吐，前来又是3顿烧。人讲你是挑阿妹就人吐，前来又是3顿烧。你才知道父母带的好处呢。很长的家务吐就几好啊！很长的家务吐就几好啊！请问一下，先生贵姓？请问一下，先生贵姓？请问一下，先生贵姓？毕信章，我想中，我想中。张先生您好，如果0到2岁的小朋友由祖父母照顾，张先生很好。那是0到2岁的小朋友得阿公阿嬷照顾，张先生很好。那是0到2岁的小朋友得阿公阿嬷照顾，可以同时申请中央内政部的补助。不用同时申請中央內政府的補助，不用同時申請中央內政府的補助，及我們市府的平價托育津貼，和人因市府的平價托育津貼，和人因市府的平價托育津貼。请问是补助多少金额呢？請問是補助幾多錢呢？請問是補助幾多錢呢？內政部的部分是2000元到5000元。內政府的部分是2000塊到5000塊，內政府的部分是2000塊到5000塊。本市府是提供2000到3000元，本市府是提供2000到3000塊，本市府是提供2000到3000塊。小姐，谢谢你，我明白了。小姐都來很，我弟啊！小姐都來很，我弟啊！請問還有可以為您服務的地方嗎？請問也就不用甲很服務的蔬菜嗎？請問也就不用甲很服務的蔬菜嗎？你的說明很清楚，謝謝。迄個說明真清楚，羅拉。迄個說明真清楚，羅拉。謝謝您，祝您有個美好的一天。羅拉很，就很有這個美好的一日。羅拉很，就很有這個美好的一日。再見。長了了，長了了。